有冇試過買咗副塔羅牌翻嚟又唔識用，睇住本塔羅牌書又睇到一頭霧水，人都掂，究竟要點做？好簡單啫嘛，你唔識解係因為你唔識點樣靈活運用裏邊嘅故事同埋裏邊嘅細緻嘅圖案。好簡單，講就容易啫。Jesus 做俾我睇啊，好簡單，我就係魔術師逆位，你會問性格啦，問工作啦，問愛情，問投資，你會點答？魔術師逆位一樣嘢，你聯想到騙子，騙子就係裏邊嘅答案。騙子你會聯想到啲咩啊？生活上佢會講大話啦，偷呃拐騙啦，冇佢真。呢個咪就係性格咯。工作佢係扮做嘢，扮係好努力，咁呢樣嘢咪就係話俾你聽，佢對工作從來都冇做過咯。後邊愛情扮愛你，事實上唔愛你。財運投資扮有做，扮有賺錢，但係事實上冇賺，因為呢個係騙局。其實點解啊？點解要咁辛苦記咁多？唔使記嘅，用翻腦裏邊嘅記憶就可以噶啦。如果有興趣想學塔羅牌嘅，可以報我嘅班。我嘅班咧就5堂嘅啫，5堂基礎班，會教78隻牌、156種解釋，加個牌陣。如果我想再深入啲，有唔同類型嘅牌陣，即係我哋嘅所謂嘅句子模式或者叫讀理解嘅模式嘅話，咁可以報我中階班。有興趣嘅可以私底下 DM 我聯絡我。今日就係咁啦，完。